张生，隔墙听琴。哎呀，听莺莺小小的琴啊，唱得实在好听。想象上去，各位相不起劲，莺莺小鸡，不知美得哪行的嘞。现在张生唱尽忽悠寻啊，介绍寻不到。那么首首不有那位寻不着的人？古代搿种喊个忽悠，定代吕国花草树木，一应应，一个人也寻一个人，不容易寻着。哎，看见这高山，张生了意十足，上高山顶，搿目光从东南西北水走来嘛。哎呀，这里了，谁让爱的门前？想想这个好看是好看的少哦，哎，真是垂死为生，若为国，亚待千里，生死花。那么从前的读书人啦，有个习惯。看见搿种喊个文章，喊个山水，喊个美人，也对声吟咏。现在张生看得情不自禁，这个声音轻是轻得来，只有你自家听得见呀。第不来几飞。真记，我一花了路看来，问灵儿飞去了不提小妹呀！那么英英阿晓得渔人辣那看里呢？不晓得。你随便那分享上渔人为他唱得忽悠里来。现在水里只是一句闲话，草木无忌，披一两人称是一三分。啊！介绍看见高山顶浪向有个陌生男人辣那看自家，隐隐一黑。为啥？想过千金呀，深居简出，不大容易看见陌生男人，是一下子。所以现在呀，面孔涨红，腿神淡漠，身体自主。嘿，这点里一变不入。风雷倜傥，看得出斯文当中会带有阴森气概。不晓得你读书前浪四目相快，红娘来了。红娘方才有点事体最开心，现在急匆匆过来，让夫人知悉周瑜。啊，小姐呀！英英看见红娘们，一时一吓。啥天吓你？哎呀，我浪看读书人，不知红娘也晓得哇。啥个？让我松江仔走了里门前，不一点点，三个财名不离。那搿来么，英英不来日子，既然不爱个呀，
不起劲，肚皮里做功夫，所以走得面孔上有点厚。走是红娘，小姐，虽见你不精神，有种穿了一个年轻没生的读书人，在那里窥探我呀？上么子小姐毛云个是花园里向草子年纪轻轻妈妈桑桑读书人了啦，窥探谁是偷看了？在哪里讲？ 喏，呀，阿姨奇怪，小姐只帮看喏，阿姨你只帮看嘛，你眼睛也跟来接头个呀，喏，还从来不喏，各种去发语个啦。哎呀，其实红娘，你有两家里立了心虚，高撇清，十个一来谁说明那立了口我分口理。 跟你像个相国千金，也可怜呀！啊，小姐血难浓，都是红娘不好，对红娘把她赶出去，我赶你出去。哈，哦哟，搿来唔知，搿我一发得红娘说，我搿个后是高干，但是红娘是赶你出去，哎，搿何必呢？啊，红娘，小姐。 你虚人亲密与归，谁受了吧？啊！我是赶你出去，但是小姐对阵子我，别，读书呢，收了。哦，聚精深问，相国千金嘛。 搿么不管，搿么娘里蹲辣盖搭。阿姨，来看娘，搿个读书人一不老少，花有精神，连目不转睛盯住自己小叫了毛呀。那么年纪轻轻小伙子个目光虎里样的，两道目光像激光那样闪烁过来，那么你小叫个皮肤把那个人别烧活脱个。我不说得个，搿么呢？偏不来看。 啊，小姐，我们回去吧，走去吧。啊，走去呀？走去吧。哟，你看呀，小姐好得来，面孔一摆，手指一发，不断地走起路浪发脾气。其实那个笨丫头呀，你拎不清，小姐好点啥？也不好了，读书人了看你，好难别来里走起。 讲话的，实干一看，这个红娘高改。哎呀，瓜是他难瓜呀！一塌瓜子16岁个小姑娘，连哪懂得19岁个英小姐后心脉脉个善女，粗丽个心情，理不理教个嘛啊！那么现在才子小姐一走起嘛，哎呀，不妥！那现在一看，读书人来了个表示半边。 那么现在我们才子小姐要走去嘛，半夜进攻读书人门前个。哦，刚刚有看，啥怕你看得不仔细？那么现在对待你门前，让你看得清爽点。夫人女们的喊你让得也让不过嘛呀！红娘对水里把握手一看不爱，谁起把头手望进小姐面孔上，砰一坐，啊，小姐看仔细。 啥子哟？跟你走起么孩子呀？我也拿把手指望着我面孔上一坐，我懂噶，你不把读书人看我，而且这时间一来，我还不还看读书人子呀？我有那个小句话头呀？平常辰光也谈人欢喜，今朝哪会得这样谈人一个呢？
只归饭。一路过来，大读书人的距离越来越近。就说三家现在辰光不举那哈一步路跨出去，会得500两目个呀，只觉着个心别别别打得来。才子现在要走走进进的那看，看啥？看个读书人呢哈！爱惜的三家带来门前，自个来出言通语，甚至轻举妄动，根本的别怪我不客气，因为你来了个表示不必啊！我来攻一记，黑龙洞丢下去一个大汤头，土司奴会头有这种想法。那么现在对读书人一看啊，介绍了逼害者，哪晓得的逼害们？这看起来对神丹哟，记得张生呐，迎迎过来，离斗争还说话，预备当面心心倾吐，随时准备拒婚。那么现在现在越追越近了，搿读书人个队慢慢间，神丹反讲说话，连得看侪不敢看。唉，张生啊，你那读得个书，闲话侪不会讲了。三条将近带你门前了，你再不出去，这个机会失脱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你还有啥个机会啊？真是对对难出口，覆水没无息。嘿，介绍谁那个些辰光，只听见三条呀，红娘一好呀，哎呦，这个读书人去的，我当然逼害了来日了。
出其不意，奇兵突出。三家将军带领门前离杀伤队出开，三家。那么红娘随起把手指里向忘记脱的，搿把手指本来是捉摸三家面孔的啦，现在砰拿下来对准这个读书人，不许你动言啊！张先生，我啥辰光开过口呀？我也开口，开不出口，你能冒雨我的呢？啊，姐姐，不要错怪小生呀！红娘一听得的确呀，这个声音拉下头一个，刚刚三家是捏了上头一个。那么红娘随起目光对上头，嘘，一看，一只眼狗，看见只眼狗们哪得难为人呀？的确，冤枉这个读书人。不落上书们还陪你，起把手指对准这只眼狗，谁见你动言？少爷爷的动机啊！哟，英是难为人啊！李刚才冤红娘，杀气拿把手指捉摸自家面孔，现在得知读书人门前呀，哎呀，取得搿把手指，反正是不举那哈得了呀！但是现在红娘拿手指移开来搭阿哥讲闲话嘛，哪是搭读书人面对面呀？英英只身伏地。红娘，是小姐，为你去吧。哟，忘记特噻，是小姐，我们回去吧。是，父子三家过去，搿么掌声是容易，对声带深深一礼。只听见啊，红娘，我们回来去吧。这个声音好听是好听啊！那么现在眼色只看见三家一步离开自家门前，那么的这个头慢慢间抬起来。哎呀，那也想跟过去说，三家，我有说话，搿别人和三家一想，哦，刚刚面对面了，你大夫讲，现在办公室的跟上来说有说话，搿来说啥？所以这个读书人立了搿搭凝定不动，搿莫怪你，嘘，做啥？莫说。小姐，小姐呀！一记千空为你，飞女神人，西面的飞为
山与海，谁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呀呀！那方才看三家离开自家15户之间，现在只看见三家离开自家将近20户之间。望过去，只看见一不分像2扇国门，不问可知三家已经国门着了。禁止国门15年，关门哇！关子门15年，落手哇！关门落手之时，不看着哇！哎呀，这个读书人先叫我喊出来。翻进去，翻进去，小小奶，宝宝奶，让我再看看。哎呀，我恨不能红丝一书起见作，方可以了把相思。所有谁？姐姐，阿玉上来看我苦难，请来进国门之前呀，那个家立一立定，那个头不一不走，让我再十个看。一看啊，相知你可能够心为像个张生阿爷作业，搿眼就是讲得低得不能再低了。从求婚交代以来，就得再看一看，最满足的。那么现在红娘猜子三家并肩而行，将近国门，因为国门还是也不能够一并跑进去了。红娘气息嘎咯，国门一抬，人先在里向，身体哈啦，随就来对三家忙忙，请进来吧。搿么殷殷15年。连写的读书人一定辣后头人神莫松，所以这个脚步还是会得越追越慢。虽然和红娘并肩而行，但是并不是一步一趋，而是杀进杀离。现在看红娘禁止国门辣浪等自家，殷殷不得不跟进去，所以气血辣日记上军浪一起。搿只脚真也想跨进去么？但是现在辰光殷殷心事落了，我进国门之后，大读书人不知何年何月何时何时才能够再碰头。我也不会得每天到花园里来，你还不会得每天辣花园里等。今朝分别，明日
天涯海角，失迷无有。想得该当，心不是金，不与是之，水一送，唰，群落下来，一刹那么，隐隐分金为钩，吹步一出。隐隐领取吹风一柱，披头大肆结束，蜻蜓舞荡。